巴菲特講過，我俾散戶嘅建議就係 buy and hold 標普500指數，接近80%嘅主動基金都跑輸 SPY。換句話講，長期持有 SPY 已經好大機會跑贏80%嘅基金經理，唔需要覺得詫異，大家睇睇自己 MPF 表現就知啦。雖然 SPY 喺過去嗰25年平均年回報有7.6%，但係期間會經歷多次熊市，包括2000科網股災、08金融海嘯、2020年 Covid 等等。如果不幸喺2000年摸頂買入，有長達15.3年嘅時間係負回報啊！對財富增長毫無建樹，係相當之冇效率嘅策略。重點嚟啦，究竟係用幾多風險先換到以上嘅回報呢？ SPY 最大回撤高達55%，即係話熊市嚟臨嘅時候，賬戶價值隨時腰斬超過一半，加上要承受60%嘅時間係負回報啦，先至換到平均7.6% 嘅年回報。相反 QRS 喺過去25年嘅平均年回報16%，最大回撤27%，風險比 SPY 低，平均年回報高2.1倍，做到更好嘅風險回報比。QRS 即係 Quantum Rotation Strategy， 係我鑽研多年嘅中長線投資策略，透過量化動能嘅法則，將資金投放喺最高動能嘅資產，每月按信號更新配置。如果你想了解背後嘅原理，歡迎留位2.5小時免費網課，到時我會分享更多詳情。留言參加日期，我會 DM 你 Zoom link 嘅詳情。